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，伫社群媒体来抛文，讲以色列甲伊朗已经同意全面停火。川普阁讲，伊认为这场的停火是无限期的，会一直持续落去。过无偌久，伊朗的外交部长嘛讲，以色列若停止攻击，伊朗嘛会放手。拄则咱接到上新的消息，以色列甲伊朗的官方拢已经正式宣布停火了。 卡达首都多哈爆火公司内底，十几个人去汹涌走干那飞，因为伊朗飞弹射过来，要攻击伫咧卡达的美军乌地着基地。They've gotten it all out of their system, and there will hopefully be no further hate. 不过，川普搁一摆回叫，互以色列伊朗冲突决定停战，嘛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同意全面停火。伫咧台湾时间今仔日中昼12点，双方各自结束任务，到25号半暝12点，伊朗先停火，12点钟过半以色列停火，正式宣告这场12天的冲突做一个收尾。Congratulations to everyone. It has been fully agreed by and between Israel and Iran that there will be a complete and total ceasefire. Approximately 6 hours from now. 川普佮伫咧 NBC 访问时讲到，伊认为这场停火是永远的。不过，就伫咧川普发文后的4点钟后，以色列传出各有空袭警报。Got a warning that there were something incoming to Israel. As you know, there's nationwide alerts that go out. Usually, you get about a 10-minute warning for missiles coming from Iran. 纽约时报嘛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，正式和以色列达成停火。伊朗外交部长是伫咧无偌久之前讲，若是以色列未攻击，伊朗咪停落来。 دولة قطر كانت ولا زالت وستظل ما شاء الله لها أن تظل مؤمنة بخيار السلام وتحقيقه. 根据路透报道，这场暂停会议背后有卡达伫咧操作，卡达卡互伊朗得到停火同意。川普是卡互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后，美国副总统元首中东特使贵科夫和国务卿卢比欧，嘛和伊朗3位官员接触。几点钟后，以色列官员嘛敲电话互美国同意继续伫咧伊朗的军事行动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